你好，北部都會區。幾年前，政府提出北部都會區呢個概念，意興勃勃。當去到階段性提速嘅時候，撞正經濟收縮，發展商嘅投資意欲已經唔大。明白到政府對項目非常緊張，希望能夠交到政績，而過程中政府亦推出好多措施去優化發展嘅模式，但係關鍵點係經濟嘅時機同埋香港嘅前景。北部都會區係一個世界級嘅工程，投資額龐大。作為大型嘅發展商，投資一個項目前，主要考慮到風險同埋回報，當然亦會考慮到香港嘅長遠前景。若果香港嘅前景明朗，即使佢哋捕捉唔到嘅週期，都總有機會升返上嚟。而我個人對香港嘅前景係有保留，雖然我仍然係重注香港，暫時未揾到太好嘅時機去分散組合。中央希望香港更融合內地，令到國內嘅優勢能夠影射到香港，但同時間香港嘅優勢亦被削弱咗。如果太大力投資香港，倒不如經過個股票市場投資全中國，化解地域嘅風險。我估計發展商對投資北部都會區仍然非常審慎，但佢哋多多少少都象徵式會應酬一下。佢哋等待區內較為成熟先會出手。若果我投資嘅地產股邊個最勇去投入北部，我只好放棄佢哋。我只係風險考慮而已啫。